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来进入路加福音第26天的共读。昨天我们从路加福音第14章的后半段看到主耶稣提到做门徒的代价，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就不能做主的门徒。耶稣期待跟从主的门徒要像盐一样，要有味道，不能够失去咸味，而这个味道对基督徒来讲就是爱主的味道。我们今天要来继续来看第15章。第15章讲到了三个故事，我们来看第1到第7节。有一遍真侪冒水甲罪人活来耶稣遐要听伊讲道，法利赛派的人甲经学教师咬咬念讲，这个人接纳罪人，甲因食饭。耶稣就甲伊讲这个譬喻。恁中间什么人有100只羊，拍毋见一只，伊减袂放迄99只伫旷野，去找拍毋见迄只，直到找到着，一个找到，伊就真欢喜，将迄只羊派伫肩头。伊转来到厝，叫朋友来厝，叫朋友甲厝边来，甲因讲，来斗欢喜。因为拍毋见迄只羊已经找着，我甲恁讲，亲像安尼，为着有一个悔改的罪人，比有99个毋免悔改的义人，伫天顶的欢喜会更较大。第一个故事，第一个比喻是讲到一个主人有100只羊，迷失了其中一只100只羊在当时的牧羊人来讲，并不算多。所以即便它只是1%的损失，但是呢，他却仍然要去寻找。那在这个比喻呢，这第15章的3个比喻呢，的对象呢，是的场景呢，是讲到说，耶稣和税吏，还有和一些坏人、罪人一起在吃饭，引来的是法利赛人、经学士。所以这3个比喻呢，耶稣的要讲给谁听呢？不是讲给这些的税吏、税棍、坏人、罪人听的，是讲给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听的。而耶稣用这3个比喻呢，第一个讲到失去了一只羊，而他把99只留在旷野和本现代台语翻成旷野，但现代中文呢修订版把说留在草场。其实这个草场的意思旷野让我们想起好像是一个荒郊野外，是一个会有这个狼会来吞吃羊的地方，看起来很危险。但是在旷野的意思就是说放羊的地方，其实就是让羊吃草的地方。所以现在中文译本直接用草场，意思就是说他们还是在那边是一个他们安全的地方并不是在旷野那个危险的地方。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容易以为说耶稣就不爱那99只，只为了爱那一只，并不是。而当他找到之后呢，就高兴把羊儿搁在肩膀上搁在肩膀上就是可能不管是这个羊还小，或是这个羊受伤了，但是他就是把它抬回来，非常的看重，甚至回到家中呢，还对朋友邻居说，跟我一起庆祝，我那只迷失的羊儿已经找到了。所以耶稣的重点呢，在第7节同样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所以这个一个罪人就是那一只迷失的羊，就是现在耶稣正在跟那些的税吏、税棍、坏人、罪人吃饭的这些人，只要其中有一个悔改，悔改就是被神所找到了，被神所寻回了，这个喜乐呢，要比99个无需悔改的义人的更大。所以并不是说99只羊不重要，或是99个义人、99个法利赛人和文士，上帝不喜爱他们，不是，而是一个这99个义人、99只羊，主人一样喜爱，但是那个喜乐呢，是因为失去了又找回来而得到的那样喜乐。这个比喻呢，在马太福音的第18章12到14节可以看到。但是马太福音18章强调的这个其中是强调了一个初信者的信心但是在路加福音呢，这里强调是一个悔改的动作。马太强调信心，路加强调悔改。那在整个路加福音15章3个故事里面呢，都跟悔改有关好，我们再继续看第2个比喻。
啊是有一个富人人有10个银元，拍毋见一个，减袂点灯，扫厝内拍拼找到着，伊一个找着，就叫朋友甲厝边来，甲因讲，来到欢喜，因为拍毋见迄个银元已经找着。我甲恁讲，亲像安尼，上帝天使会为着一个罪人悔改来欢喜啊。所以第二个比喻比较短，但是呢，我们可能要对这个背景做一些了解。一个妇女人掉了10个银币，一个银币大概是1天的工资，10个银币就是10天的工资啊。但是1天的工资不见了，10个掉一个就是1/10的损失。但是呢，她这个女人呢，有可能是一个寡妇。第二个呢，有可能这个女人呢，因为她讲的是一个女人，不是一个童女啊，就是已婚之妇哦。在当时巴勒斯坦的已婚之妇会有头巾，头巾上会缀有10个银币哦，这个代表的是一个结婚纪念或是一个代表一个已婚的象征，所以他是可能对他讲，这个10个当中的银币少了一个，可能就让他的这个结婚的象征、结婚纪念物呢失去了，可能对他来讲很重要，所以他就必须的认真的不管是白天或晚上，甚至还要点灯。今天点灯我们来讲是开关而已，但是左手点灯可能是还要用火用油而且还不管就不等不及天亮了，就一定要赶快找到的意思。而且找到之后呢，还要告诉朋友、告诉邻居，跟上一段一样，来跟我一起庆祝吧！我那遗失的银币已经找到了。所以耶稣又同样第10节也是对法利赛人还有经学士说，上帝的天使也要为一个罪人的悔改而高兴。这天使就讲神的使者，所以天上有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因为一个义人罪人悔改，天上就有这样的欢喜。现在呢，天上的使者这个欢喜是来自于天上的使者，因为一个罪人的悔改，天上的使者也高兴欢喜。好，我们再看最后一个11节到32节，是我们很熟悉的浪子的比喻啊。耶稣佫讲，有一个人有2个囝，细汉的甲老爸讲：阿爸，我应该得的财产，请你分予我。老爸就将财产分予因2个。过无几日，细汉囝将所得到全部的财产拢换做现金，然后出外去真远的所在，伫遐放荡，钱乌白开。伊所话拢开了的时，拄好伫迄所在发生大饥荒，而且在欠缺会艰苦，伊就去互迄所在的一个人请，迄个人叫伊去园里饲猪，伊枵甲想要摕猪得食会豆糜鸡鸡，毋久连这个人嘛无互伊。后来伊甲醒讲，阮老爸有遐尼侪请工，因拢有米通食，都食到有剩，毋过我伫遮得要饿死。我要起来，转去我老爸遐，甲伊讲：阿爸，我有得罪天，嘛有得罪你，已经无资格做你的囝，请互我做你的请工就好。伊就出发，转去老爸遐。伊离因兜还有真远，老爸就看到伊心情毋甘，赶紧走外去，甲伊揽电，直直甲伊斟。囝就对老爸讲：阿爸，我有得罪天，嘛有得罪你，我已经无资格做你的囝。毋过老爸甲仆人讲，赶紧请上好的外袍来甲伊穿，甲伊挂手指，搁甲伊穿鞋，煞牵迄只肥的牛仔囝来抬来庆祝。因为我这个囝是死去有过活，失落有过得着，因就开始庆祝。迄时大囝伫园里，伊转来我们先念到24节好，那这是浪子的比喻呢，讲到的是1/22个儿子失去了一个儿子，因为这小儿子的挥霍。好，那这里和本说浪费钱财，浪费钱财，我们在明天捕鱼的管家也会看到这个同样一个字浪费的意思呢，就讲到分散的意思，就是没有把主人的钱集中聚集，而是分散，所以引申为浪费。过放荡的生活，放荡的意思就是不能节省没有节制就是挥霍无度。
所以很快他花完之后呢，就去投靠大饥，遇到大饥荒。所以这个大饥荒呢，好，在整个比喻故事当中，也是一个神兴起的环境。如果没有这个饥荒，好，这小儿子可能还继续在最终打滚、最终支任。但是这个到大饥荒呢，好，才让这个小儿子改变他的人生的命运。所以他必须要去工作，甚至去放猪。这故事是讲给犹太人听的，是讲给法利赛人和经学士听的。所以他们一听到养猪这个动作，好，猪对他来讲是不洁净，好，所以对法利赛人外邦来讲，啊，他们心里面绝对是非常的哎呀，好，非常的鄙视，好，非常的恶心，好，所以这等于是这个小儿子已经离开父亲家了，又去到外邦人的世界当中。现在在外邦人世界当中，就是已经是不洁净了，好，因为犹太人对于外邦人好的认为是一个污秽。现在又在污秽的外邦人当中，跟污秽的动物跟猪在一起啊，甚至连猪吃的东西都吃得比他还好，好，所以他才要拿猪吃的豆荚，都要拿起来吃啊。可见这个小孩子真的是已经污秽到彻底的不行。可是呢，他只有到这时候突然醒悟过来，好，所以刚庆啊，他醒悟过来，想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好，他现在在吃的就是他爸爸家里面的。工人呢吃的都比现在还好，好，反而甚至粮食充足有余。好，那他想到为了要活下去，好，甚至呢他就必须回去。可是他回去呢，并不是要回去投靠他爸。他说：“我要回到我父亲那里去，对我爸说，爸爸，我得罪天，也得罪你，我不配再当你的儿子啊，因为我已经不尊重你，把你还没有死就把你的财产都分完，而且还把你的财产也都花完了。”好，所以我真的是错了，所以只让我可以做你的雇工，好，让我可以在你这边打零工，好，让我有东西可以吃，我才不会饿死在外地啊。好，这个是小儿子。不过我们知道后面这个故事，小儿子心里面所想的这一套，他完全来不及开口，还来不及开口，来不及表达，后面都是谁主动呢？就是父亲。所以回到家门前，好，远远的地方，父亲就看见他，好。就充满了爱怜呢。好，现在中文本充满爱怜。好，和本说动了慈心呢。好，所以在登山宝训耶稣也是动了慈心，好来讲出了登山宝训新约的教训呢。好，那这个也是一个父亲的关键，父亲不是动了怒气，好，一般可能对我们来讲，好，这个父亲看到这个儿子居然还有脸回来，好，就趁这个机会好好的修理他一顿，好，但是儿子呢，好，只有开口讲前半段，我得罪天得罪你，我不配做你的儿子，好，请把我当做你的雇工。后面这句话还来不及讲呢，父亲就吩咐仆人拿最好的衣服。还有呢戒指，还有呢鞋子，好，可见呢这个小儿子已经在外面好放荡，好浪费到不行，甚至他已经好这个衣衫不整了，好，但是呢父亲却不是嫌弃他，好，反而把家中最好的拿出来，还有呢在最肥的那头小肥牛，好宰了，我们一起来设宴庆祝。为什么庆祝呢？父亲说：“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所以大家就跟着父亲的节奏，好，这个父亲的节奏就是他非常开心，好，所以整个家里面的气氛好就欢喜起来，欢宴起来。这个现在中译本有把这个字翻出来，好，起来，他的意思就是开心庆祝。就是本来呢，大家可能是一个低迷，好，父亲可能每天都很忧伤，好，自从小儿子离开之后，可是突然有一个事情改变，让他开始有这个欢乐气氛。前面那个失钱的妇女，好，失去一个银币，好，也开始与我一同欢喜吧。他意思就是和我一起欢喜起来，就是开始高兴了，不用再难过了，开始高兴。还有那个99只羊，找到那只遗失的羊。好，说和我一同欢喜，也是和我一起欢喜起来吧。意思就改变我们现在不再忧虑啊，不再担忧，而是开始要高兴的时候啊。好，那我们刚才读到24节，我们再继续往后读。迄时大囝伫园里，伊转来，得要到厝的时，听到奏乐甲跳舞的声，伊叫一个仆人来问看到底是甚物代志。迄个仆人甲伊讲：恁小弟转来。恁老爸因为伊平安无事转来，就抬迄只肥的牛仔囝，大囝非常受气，入去。伊老爸出来甲伊苦劝，毋过
伊应老爸讲：你想看咧，我做奴才服侍你遮侪年，毋捌违背你诶命令，你连一只山羊仔都毋捌互我甲朋友做伙欢喜。毋过你这个囝为着充饥，甲你诶财产开了了，伊一个转来，你就为着伊杀迄只肥诶牛仔囝。伊诶老爸应讲：囝，你不时拢甲我做伙，我所有诶拢是你诶，总是你即个小弟，伊是死去有个我，死了有个得着，咱应该欢欢喜喜来庆祝。这个浪子的比喻呢，好，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思想。好，到底为什么耶稣要对法利赛人和经学士来讲这个比喻？前面讲到这个小儿子回来了，父亲开始欢喜起来了。当大家开始欢喜起来之后，只有一个人，就是大儿子在外面了解发生什么事情之后呢，非常的生气啊，所以28节非常生气，气到呢不肯进去。大家在里面吃肉啊、跳舞啊、唱歌啊，气到了连他的父亲都知道大儿子在外面生气，所以出来劝他。所以当父亲一来了，这个大儿子就开始发飙了他把他过去的这个愤怒呢，通通都发泄，说这些年来，不管是从小到大，或是小弟弟离开之后，我像奴隶一样。所以这个我们在读罗马书第8章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因为圣灵的话，我们还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但是圣灵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上帝称上帝为父亲了。可是这个大儿子的心呢，被捆绑。所以他在自己的爸爸眼中，他觉得他自己就是爸爸的奴隶，他每天的生活就像奴隶一样，有没有欢喜，有没有快乐？绝对不可能欢喜快乐。但是说我还是一个很100分的奴隶啊，即便是100分的奴隶，最后还是奴隶。我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给过我什么呢？连一只小山羊，还不是最肥的小肥牛，连小山羊我都没有机会跟我的朋友一起热闹。这个他讲的也是事实。其实这个会引起我们很多人的共鸣其实我们都有像大儿子这样，看到这个在外面放荡的，看到这个在教会外面的，可是他来到教会，好像刚来就得到上帝很多的祝福恩典。而我们这些在上帝的家中，在教会当中长久以来付出的、忠心的、牺牲的、摆上的，怎么没有像这些刚信主的或是刚来教会的人，怎么有那么多的祝福、那么多的关心，得到那么多的关爱，我们怎么都没有呢？所以呢，这个大哥对他爸说：“你这个儿子啊，好，你这个儿子好。”所以他没有说是我弟弟，他讲是什么呢？你这个儿子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鄙视的一个称呼。他把你财产都花在娼妓上，所以他哥哥也知道他弟弟真的是很会乱来。但是现在居然有脸回来，你不罚他，还给他祝福，还给他宰了这个牛，可见他哥哥很在意这只牛啊！前面衣服也好，戒指也好，鞋子也好，他可能真的很在意这只牛。父亲对他说：“孩子啊，好，你常跟我在一起，而且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前面分财产的时候，父亲就已经分好了2份。通常他们分财产还是要等到父亲过世的时候。可是小儿子，父亲还没有过世，就把父亲当作死掉一样，就要走财产。所以当他父亲给他小儿子财产的时候，就等于是当自己死掉。但是呢，后面再讲是说，他当自己的小儿子是死掉一样，才说这个小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其实一开始这个小孩子对父亲来看就好像是一个死人一样。可是32最后一节，你这个弟弟，这个父亲呢对大儿子说你这个弟弟，前面是说你这个儿子，这个大儿子对爸爸说你这个儿子，可是爸爸对大儿子说你这个弟弟，所以他不是说我这个儿子，他说你这个弟弟。所以这个爸爸还是在强调你跟他是有没有关系的，有关系。什么关系？你们是兄弟的关系。所以他强调是你们是兄弟。所以我怎么样爱他也是怎么样的爱你，我怎么样爱你也应该怎么样的爱他。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我们
为他设宴庆祝是应该。还有前面说我说一切都是你的，可见前面不管是这个外袍也好，戒指也好，鞋子也好，甚至他儿子非常看重的那只肥牛，都是谁的呢？都是父亲眼中，在父亲眼中都是要给大儿子的。只是呢，这个父亲还没有离开世界，还可以做主。可是，在父亲的心中，这所有一切都是已经要给大儿子的。只是大儿子呢，把自己不看成是大儿子，看成是奴隶啊。好，所以今天这一段路加福音15章，其实我们要一口气读完，比较可以看出这整个耶稣在跟法利赛人，在跟这些文士听到他们私下的议论。什么议论呢？说耶稣居然和这些的坏人、罪人在一起，而且耶稣接纳他们，还一起吃饭呢。所以耶稣呢，就用99只羊比喻他们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再用那9个银币，他们是法利赛人和文士，还有最后用那个大儿子来比喻他们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其实耶稣为什么要和税吏吃饭，和罪人吃饭因为他们就是那个迷失的羊，他们就是那个失去的那个银币这个一个寡妇的结婚纪念物，还有他们这些就是那个小儿子，但是神要让他的儿子耶稣来寻回他们。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看到神真的是愿意为一个罪人，即便是一只羊、一个银币、一个浪子，神都愿意为一个罪人，把99个义人、99个义人留在草场里面，把9个银币放着，然后点起灯，拼命的寻找，不睡觉。还有呢，为了这个小儿子，不惜让大儿子这么样的生气。其实呢，我们真的是要学习，要警醒所以不论是100%不论是1/10或是1/2，我们看见神的爱是超越我们所想的，而我们要以神的心为心，以天父的心为心而不是以自己的心在向自己大儿子生闷气，里面都在庆祝了，都在欢喜，都在快乐，我们还迟迟不愿意进去所以怎么样让天堂的爆满，地狱净空？之前布永康牧师很喜欢用这一句话。我们要如何把得救的人灵魂塞满了天堂，让天堂爆满，然后让地狱本来是被关在地狱当中这些被幽禁的灵魂能够清空净空，通通都能够释放出来。就是需要去寻找拯救那世上的人，世上的灵魂。还有今天的重点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欢喜起来，一同欢喜，就是能够欢喜起来，不再是忧虑，不再是悲伤，而是能够与天上的使者在天上一起来欢喜快乐。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曾经都是那一个迷失的羊，我们也曾经是那个在夜中失去的银币，或是我们也曾经就像是那个小儿子在挥霍，在浪费我们的生命，浪费我们的光阴来度过我们的人生。但是主，你却差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寻回我们，并且把我们带到父神的家中，让我们能够享受天父的外袍，能够享受天父的戒指，享受天父的为我们预备的鞋子，还有那最肥美的牛犊，都让我们生命能够得得更丰盛求神让我们真的明白，我们已经得着那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任何的人能够从我们手中来夺去的。也愿上帝继续使用我们，能够去寻找迷失的羊，迷失的遗失的钱币，还有使帮助那浪子都能够回到父亲的家中，也再次帮助我们对付我们里面那个大儿子的心，让我们对付我们自己里面自以为义的心，让我们每一次的服事真的都是谦卑在主的面前。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愿神祝福大家平安。